實睇翻而家澳門嘅嗰個公交嘅弊端喺邊度呢？我諗主要係兩大方向啦。第一就係人資唔夠，第二呢就係嗰個路面資源唔夠咁樣。要解決呢兩個辦法呢，我諗一時三刻呢未必係可以呢係處理得到。但係呢，有坊間嘅意見呢，就係可唔可以引入第二啲辦法呢嚟提高嗰個運量咁樣。咁係基本上喺今年開始呢，喺網絡上面喺民間上面呢都開始傾談緊，究竟可唔可以用雙層巴士嚟提高嗰個運量呢？咁只要路邊嘅條件係可以配合到雙層巴士嘅運作呢，我覺得係可行嘅。現階段嚟講咧，我覺得可以以離島同埋澳門呢個路線呢作為一個試點。因為喺呢個區域入邊呢，路面上面嘅招牌啊，可能其他條件呢都可以比較配合雙層巴士嘅運作咁樣。譬如話，從石排灣公屋到亞馬樓前地嗰度可以用雙層巴士運作，嚟提高個運量。讓公交使用者咧去到亞馬樓前地咧就作一個轉乘咁，我覺得呢個係可以考慮嘅。所以喺引入呢個雙層巴士運作嘅時候咧，對雙層巴士駕駛嘅司機咧應該要加強佢哋嘅培訓，特別喺停車啊、轉彎啊，以至起步各個階段咧都要作相應嘅配合。另一個辦法，我自己個人咧都思考咗好耐嘅。譬如話而家嘅單層巴士咧，好多市民咧上咗車之後咧，都會喺個巴士嘅前面咧去企咗喺度啦，就唔會主動進入車廂啦咁。所以我都係建議咧，如果喺未引入到雙層巴士之前咧，佢可以考慮下有啲特別嘅班次，特別係喺繁忙時間咧有一個特別嘅班次，就係寫到明咧呢啲班次係前面咧係冇座位，或者講係冇呢個愛心座嘅，使到咧嗰個站立嘅位置係多啲，而提供嗰個運量。咁當然咧，我哋亦都會照顧翻啲老人家，一啲需要愛心座嘅老人家咁。所以咧喺同一時間咧，亦都會有愛心座嘅巴士，但係佢相對個班次咧會少啲。希望咧盡量喺繁忙時間咧處理咗上下班啦、通勤通學嘅上班族啦、學生啦，之後咧先再出發呢啲正常嘅巴士嚟服務翻啲公公婆婆啊咁樣啦嚇。